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。来看到中秋节要到啊，中秋节真侪人爱烘肉，要不过即马家庭人数拢少少啊，要招人烘肉，恐惊嘛歹招。台中就有一间5星级的饭店，伫咧风景餐厅撒予我刷布地，一个大平台烘肉的自规。明明伫咧餐厅内底，煞互人感觉袂输伫咧予我刷布地同款。另外，中华的武德殿是日本式的古早厝，真有古早味。要不过内底卖是意大利的料理，同款真有特色。日本的蚵仔、阿根廷的红虾，还有羊排、菜西肉卷，拢总放去咧烘台，青搁青草的好料，食甲饱。这是5星级饭店景迪餐厅今年杀出的室外刷布露台烘肉活动，就是要互你有一个无同款的中秋节。在露天的景观台可以看到月亮，我觉得还蛮符合中秋节在外面烤肉的气氛。因为以前都是在家里楼下烤肉啊，所以现在有人会帮你烤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在一个空中花园里面，然后去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烧烤的一个氛围。那食烘肉哪想过，阁有饭店的刀子为你服务，唔免家己动手，伫饭店用餐，煞互人有伫沙煲开拍的感觉。另外，伫咧彰化，这间有89年历史的武德殿，原本是日本时代演武场，内底展示真侪日本时代真重要的文化物品。啊，若伫边啊一间鱼脑气的老厝，其实是一间餐厅，卖煞是意式的料理。环境比较日式建筑的，我们吃到的可能就是寿司比较日式方面的。那现在在这里也可以吃到那种意式的料理。我们希望传递一种休憩跟美食的结合。伫咧真古朴的日本建筑内底来享受意式的料理，民众拢讲有无同款的滋味。虾米人讲伫咧日式建筑内底袂当来食外国料理，饭店就袂当来有沙煲的感觉。业者就是要制造冲突感，拍破一般的印象，互民众有新奇的享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